大家有没有运动？我们在今天来开始玩这个恐怖游戏之前，我们现在运动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先从热身暖身开始哈。来，我们先从头部来，跟着我一起来，我们的头一起跟着我们的这个暖身的节奏来转一圈吼，来跟着我做一遍，1、2、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再来一次。好累哦！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好玩呢！这个头可以跟着我的滑鼠动来动去耶，大家有看到吗？这是让肉质变好吃的魔法吗？不是。好，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会记的网络好出品啊。咱今日耍电动是不是应该用台湾话来耍？应该爱哈，应该爱哈。好可爱，好想把耳朵扯下来。你们这些人怎么心理都那么扭曲啊？是怎样？好啦，我想如果聊天室比游戏本身还恐怖的话，应该就不会觉得游戏恐怖了吧？还真是感谢大家，太好了，大家真是太温柔、太体贴了耶！好，打招呼。伊藤绿茶晚安，还有阿杰晚安，欧拉夫晚安，狗鸟比狗追晚安，还有廖跟阿酸晚安，大家好啊！他比我还灵活我好像反而没那么灵活。可以，有灵活，一起。绝对不是因为在紧张不敢打开来玩，所以才在那边先玩这个头，是真的头真的蛮好玩的。对，他还可以对他笑容很亲切，对不对？他还可以点头摇头。请问珍珠还有吗？有啊，那个请问可以做那个无糖去冰吗？不可以，谁他妈在喝无糖？不可以。好亲切的笑容哦，好玩呢，好，对，大家可以来想想惩罚，为什么会有惩罚？我都不知道别人玩恐怖游戏被吓到会有惩罚我们比较少看人家玩恐怖游戏，一定不是因为我不敢看，我怎么知道啊？对啊，是跟着滑鼠动的，超可爱的哦。我看久了，居然真的觉得他蛮可爱的，我是不是有问题？好，贺宇晚安，凡凡晚安，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好啦，我们来面对啦，无糖好喝吗？等一下，这什么？如果要遛火蛇，是不是把牵绳绑脚上？你再想想。对啊，好啦，看久了真的蛮可爱。对，然后今天要特别感谢欧拉夫老师赞助的封面图，超可爱的，不是超可爱的，讲错，我还停留在这个笑容，把我画得很，我是觉得蛮帅，但不知道为什么伊藤绿茶觉得封面看起来很色，我不知道啦。好啦，其实我自己也是喝无糖珍奶啦，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那个珍珠本身就有甜，所以就是都是跟黑糖一起煮的，本来就是甜的，所以加那个无糖是 OK 的啊。欧拉夫老师自己是觉得很可爱吗？好，毕竟我是完美的生物，所以同时兼具那个可爱、帅气以及色气，也是非常合理的，对吧？好。封面图妖艳吗？我平常都很妖艳啊，我哪有办法？央语初见安安，你好，你是来看我玩恐怖游戏的是吗？还是来看我带大家一起做健身？不是健身，暖身运动的啊！1、2、3、4、5、6、7、8。2、2、3、4、5、6、7、8。你们倒是跟着一起动啊！好啦。那我觉得废话真的讲太多了，我们还是来玩游戏好了，不然这个痛苦不知道持续多久啊！我如果不说话就很厌，说话就妖，什么意思？央宇是来看我多妖艳的吗？谢谢，是你唔甘嫌啦，哎呦，好啦，咱来耍哦，真正是有淡薄紧张啊！小等若是小大声、小细声，话了无够大声，靠甲无够大声，拢会当讲。宝箱怪算一种妖吗？算吧，毕竟都是妖怪嘛，应该合理。好，开始吧。
这个日本话好在啥物？哈基梅马秀，好啦，来啦。哦，这个会自动存档，好的，好。是不是应该把画面开小一点，才不会那么恐怖？虽然来不及了。他直接说这个游戏有很大声响跟 jump scare，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游戏有 jump scare， 享受我的恐惧，大家是来享受我的恐惧的吗？好，我也是没办法，就是为了服务大家，我也是只能让大家享受我的恐惧吧。太好了。好，不过这个游戏它好像其实是有简体中文字幕的啦。啊，我是看英文比较习惯，所以我就看英文啦。存了5年的钱之后，不是，咱用台湾话嘛会使。这有做啥物？欠钱欠5年了后，我总算有够额的钱，会当开一间我家己的boba tea shop， 开一间我家己的，就是粉圆牛奶茶店的对啊。我拉夫只是来看 jump scare 的吗？不是来看我的、居然不是来看我的吗？只是来看 jump scare 吗？好吧，我果然是不被爱的。好，好，挡住我自己。哦，所以是没办法，亲身的迫害总是比较惨，非常合理。OK。伊里来晚了，请问火蛇有被吓到吗？才开始7分钟我就要被吓到吗？应该 jump scare 都还没来，所以应该还好，应该还没。对，我刚刚还带大家一起做暖身操，一定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人就是家己去食头路啊，欠钱啊，伊的梦想可能就是开一间家己的饮料店的对啊吼。海报太惊吓了吗？啊，这个海报太惊吓了吗？哇，是菜鸡耶，奇怪。菜鸡怎么没有我的扳手？你等我一下，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来，请慢用。有吓到需要我来需要我来安慰吗？我要来安慰吗？我怎么安慰你们？我最不会安慰人嘞。那个，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一定比你们更怕，好不好？天哪，菜鸡要来看我被吓吗？我的天！迄啲就是这个人，就是食头路，欠足侪钱，家己开一间饮料店就对啊，这是伊的梦想。好 ，OK， 谢谢被安慰到，哪里安慰到了？虽然即摆做兴奋的啦，很兴奋，毋过也是会紧张哦。头一届开家己的饮料店，总是会紧张。火蛇肩膀上那个黑黑的什么？不要吓我，什么黑黑的，哪来黑黑的？没有啊，没有黑黑的、不要吓我好不好？喂，很恐怖哎。伊奎宇晚安，嗨，你好，欢迎你来。想看伊里安慰火蛇，等下我吓到的时候给伊里表现一下你们各位观众也可以表现一下，好不好？大家做好加分哎，免洗不是免洗机，应该是讲啥多谢。现在讲免洗机，多谢，是你唔甘嫌吼。平常时较无机会，甲大家一直讲台语，就想讲好，咱今日耍 game。的来讲一下，大家看恐怖游戏也没有很想要好好听我讲话嘛，主要是想听我惨叫嘛，对不对？那就没差。那我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的语言，好像也没关系吼。好啦，我这就是开饮料店的对啊，来，要安怎开？伊甲所有的一切拢投入伫这间饮料店内底，我袂当失败，我绝对袂当失败。这间店袂当失败。Day one， 对哦，大家拢是要听我哀叫，听火蛇叫很爽。你再想想。肩膀借我靠，会怕的话手臂可以抓，掉了正常的是一只。你想吓死谁？规转台语台无伊早就讲，后摆若耍 game 的时阵，咱尽量。加讲台语有无？进前都安尼讲只是我家己无一定有做较到毋是即摆咩啦？Flip Store signage 是这样讲to open 开门。配我真恐怖，敢有？第一讲这个算双关吗？好像不错其实还不错以后做游戏的时候可以用。
感觉配乐好阴森啊，画面就不阴森哦。配乐好阴森，画面嘞，画面也很阴森啊。好，来吧。过来嘞 ，Go to your counter and close the counter door。哦，入来，爱记得关门，无人客走入来。对，人客拢无生目睭。Talk to customer。哦好，互伊点菜。人客拢无咧生目睭的，我这门若无关好，伊就真正会走入来。进前我伫咖啡厅做线工的时阵，就是安尼，就真正有安尼，伊个真正走入来，走来咱办公室。讲伤济，结果变做咧受气，毋是咧哀哀叫。我是故意不开中文的嘛，它好像是简体，对不对？我想说那个用一下英语好了啦，因为我也蛮习惯看英文的，我可以有一点优越感，不错啊。80年代色调，真的有很像那种老电视会有会单做顾老电视的画质，对不对？不是吗？不然我看一下，我记得是简体，因为它只有一个选项，然后我刚才让。直接改，小等者，因为毋是，我哪会关掉？小等一下，太恐怖了！无啊，因为我有看有人算的时阵是简体，对吧？简体的吧？啊，我搁看到伊迄个选项，敢若一种中文无咧分的，对无？所以就简体我想讲大家可能看袂惯势，袂要紧，我会当顺续翻译这英文互大家听，我就可以秀一下优越感，不错吼。Start new game，刚那个没存到，好吧？也是啦，看起来没有到任何存档点。真的崩了，救命！而且伊反正伊翻译无一定会翻甲足正确，所以咱就会使。算一下迄个，这什么原文啊？原文，顺便修英文太狠了。不然常常被人家说什么会一些别人不会的语言，是不是优越感？对，我就优越嘛，让我修一下。宝箱形态有玩过恐怖游戏吗？没有，没有强迫你们练英文阅读啊，我会翻译给你们听。看无啥有 ABC， 无要紧，我翻译给他听。希望我不会被遛王告。互啥物声惊到？互第一天的声惊到？第一天敢有遮恐怖？来。对，点菜。不是，伊里不是要负责安慰我吗？你哪会当互伊惊到？抱歉，阿慧，这个又皮也不会啊，崩还好吧？就真的蛮崩。It's about time。讲啥啦？差不多是应该爱伫遮开一间迄个饮料店就对啊 ，OK。开始画面的杂讯声，那个开始画面真的蛮恐怖的啦，会突然切过去那个更阴森的那个。伊要爱一杯粉圆牛奶茶 ，Boba Milk Tea。Boba 就是粉圆来，大家学英文哦。Boba 就是纯粹学台语哦，看你倒一项较袂晓，就学倒一项。Boba 就是咱粉圆。milk tea 就是牛奶茶，因为 milk 就是牛奶 ，tea 就是茶嘛，所以 milk tea 就牛奶茶。好来，毋是安怎做 ？Fill cup with black tea 正常好。black tea 乌茶，啥物叫做乌茶无啦？英语叫做 black tea，毋过咱台湾话是讲红茶对无？来，通常咱牛奶茶拢是红茶做的，所以咱的红茶这甲一般的饮料店真正相共呢。所以咱就是这边安那 ？Place cup with red。安尼，你着恶人无胆无法，敢有最近是有较黑化啦，有较恶人啦，放伫配搭顶面，了解。Add milk 牛奶Boba 伫遮牛奶咧。牛奶应该爱伫迄个冰箱内底有无？对安尼正常。来，对茶桶共型的，真正，这茶桶尔是甲咱一般迄个大家若有咧食饮料，一般饮料店怎有即型的？我爱放倒转去无？我要安怎冰？
毋免冰哦，会歹去呢。会歹去啦。这水，好，毋是我咧食的，袂要紧，人客咧食的，甲我无关系。真正无法度冰倒去 ，OK。这红尔无正常，敢是茶？好，过来爱创啥？哦，伊个会心呢。哦，安尼，来，互你加一寡，搁加一寡，无法度。伊这算 double 呢？伊有无共配方哦？伊无甲我讲伊爱加偌济，袂要紧。哇，这个风无诶，这甲咱迄个真正哇，来食看觅。加送你粉圆阁袂使，加送你粉圆袂使哦，哈，要求足济，好啦，定做。原来恐怖是伫即个所在。封膜，敢是膜？封膜的那个机器，或者啥？单位无好，等甲中风，真就会等足久。因为我话足济，教话，爱讲话。好啦，1分啦。救人！我连做一个牛奶茶都袂晓。哦，过来，牛奶啦，吼。放好，粉圆。什么？刻到对我刻到了，哪有又刻到了？安尼，好。来1份珍珠的，安尼正常的，来，免客气。搁爱收钱。我搁爱安尼哦，搁爱一点一点安尼收啊。Continue to serve customers。有诶会开始要求较济啊，是哦。你要爱啥？伊讲啥物？选项伤济，袂晓选啊。我搁会当甲伊回答，我搁会甲伊解说。这美金是乌店，我毋捌伫迄个美国也是迄个欧美的所在。欧美有包括美国，我毋捌伫欧美食过因的迄个补巴呢，毋知影因正常的价销是偌济。可能因遐拢较贵是好，伊就是 milk tea with tapioca， 哇，介绍较足详细。milk tea 就是牛奶茶啦，加迄落，有做啥 tapioca 就是素薯淀粉做成的球，嘛有做补吧。These drinks are trending among youngsters。这少年人咧食的啦，少年人咧试行的啦。你会当试看觅？好来，我想看觅。美国珍珠牛奶茶，佮正经是佮真正是即款介绍，原来是安尼。素薯吼，等下对一个，敢有差？好啦，我看你少年人，你应该会当食看觅。你要爱啥？Boba milk tea。Black tea，伊要爱一杯粉圆牛奶茶，互因囝啦，家己爱一杯红茶，好会使。伊毋敢食粉圆啦，美国人毋捌食过粉圆，毋敢食啦。毋敢食，你着敢互恁后生食。你爱烦恼的毋是粉圆呢，你爱烦恼的是这红茶呢。你看，红甲呢，红甲，毋是呢。咱讲红茶，因是讲 black tea，你看这 black tea 对 black， 这对有 black， 这 black tea 根本就红的。口号上还蛮欢迎你来看。你若无介意食粉圆，我嘛拢食无聊的啊，因为我着边段咧补，放好所以囥食。好啦，因囝要爱一杯粉圆牛奶茶，粉圆牛奶茶，
这袂输迄个他妈多接。哦，遮济人无爱粉圆哦，原来毋是我。对啊，哪有红茶遮红的？来，摕去。上好是好啉，啥意思？遮歹。哦，11箍，好，所以红茶4箍，红茶4箍，红茶就爱4箍，敢有影？真正乌店呢。哎，囡仔姐，你要啥？哦，Boba Tea Shop。阿姊啊，敢会当互我一杯粉圆甲牛奶？这好食呢。大家敢有食过？迄就是乌糖粉圆，啊，就直接加牛奶，迄嘛介好食。大家敢有食过？啊，俗4箍呢，美金呢，4箍美金呢，美金4箍的迄个呢，红茶对俗，平常时拢无欠钱哦。原来咱是阿姐对啊，一开始咱看到的迄个，迄个面就是阿姐啊，迄应该是阮迄个角色应该是这。三兔风暗暗欢迎 ，Thank you 哦，囡仔姐做有礼貌。互厝内人讲你足奇怪啊！我嘛是，我应该伫迄个菜单顶面加一个迄个草黄的牛奶，草黄的，还有这粉圆牛奶茶。哦，指示厨，店是我咧开呢，是咧教我咧，你要教我做饮料哦。哇，恐怖游戏，真的恐怖。好啦，1箍、2箍、3箍、4。哦好，4箍，敢若4箍？这敢若4箍？这甲红茶共计数？哈？你好。哎呦，缘投仔兄呢？对无？这欧巴呢？欧巴，你要爱啥？哦 ，I wasn't expecting this。我无想到会伫迄个柜台，遮看到遮尔水的水姑娘。这讲啥啦？啰嗦。你要食啥拢会使，只要肯甲你共款甜的粉圆就好。好哦，歹势，咱遮无咧卖缘投的粉圆呢。你是安怎啦？好，你讲拢会使哦，你讲的哦。来，我互你一杯，你要爱有粉圆就对。来，纯粉圆好无？互你2份，2份纯粉圆。安尼袂使哦。安尼袂使好。好啦，做一杯正常的啦。落伫涂骹，在地牛奶，放落。配水烂咧，确定。哇，魁宇学得很像妹水哦。啊，对，涂骹阁有一杯啦，来，涂骹这杯在地哦，来。阁真正会使，对啊，配水烂爱加钱啦。哇，你看起来足古锥的，敢会当互我你的电话？袂使，会使互伊假呢，好，互伊假。伊互我加迄个呢，加互我一寡钱呢。哇，好个1、2、3。冒死啊！来，今仔日做了啊，刷来就是靠腰。伊头仔讲做，就是生理，迄啥？靠背。真正做大声的啦！
希望厝内人袂甲我骂。莫笑，莫笑，莫笑！我真正有惊到，我真正有惊到。好啦，好啦，好啦。歹势，我毋是雕工要甲你吓惊的，较后背。看来你要关门啊，所以你就直接冲入来。好哦，好哦，好哦。出去啦，出去啦！拜托，真正要食一寡甜的才会当活落去。哦，你要甲我惊死，你搁想要活落去？你是？好了，太好了！开台前看到太好了，谢谢。啊，结果是被我吓到吗？结果是被我吓到吗？哦，我随叫甲烧声，靠背。今日食一声糖做底片，好，靠恁甲我找时间哦，你们可以帮我把时间标出来好不好？我觉得有得剪了，谢谢大家。救命！我在冒汗啦，我真的吓到了啦，我要去收金了啦。伊伫这个大楼内底做工课啦，吼明仔载要交报告，所以即摆是交袂出来。啊，你要食牛奶茶才会当搁活一工啥？你若做无了，你的头家就会甲你刣死好，笑甲要死好，多谢，有互恁欢喜就好。我这一点点的牺牲无算啥货啦吼。恁有欢喜就好，恁有欢喜就好，真正爱加精华嘿是。袂瘾做，出去，出去，出去。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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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惊着食大人喙烂着好。啊，毋是，你要点菜，你无对我入来。你听无哦？我靠屁！叫偌济届着算偌济款的恐怖 game， 安尼算袂了呢？安尼会算袂了呢？我算一个 game 叫3届，啊，就跟老鼠会一样，就有玩不完的恐怖游戏。哦，你拢计划好势啊！来啦，要食啥啦？要一杯牛奶茶，2份粉圆的，好。遮拄好有一杯呢，来，摕去煲，真正爱煲啦，有粉圆，所以真正爱煲啦，毋是甲你抢。好，啊钱嘞？哦，有钱，好 ，OK。哦，想看这款很久了，你刚刚错过了那个呢？我应该今天叫最大声就这一次了，没有别的了，你错过了。原来伊利甲伊喙烂好，就歹头拄仔甲我吓惊，我当然爱甲伊歹啊。关门。哇，这都袂输进前咧做线工的时阵共款啊。咱爱迄个关店了后，上重要的就是摒扫。哦，爱安尼哦。哦，这麻烦。过来咧，路途卡。哦，这间店哪会遮垃圾？啊，毋是，伊讲要来员工的休困室。不是叫你标这个吧？今天唔通替去。8:28火蛇，我应该就叫这一次不会有别的，因为头拄仔就烧声，尔无声的，毋是讲袂惊着，就是直接无声尔，嘿，毋是这个意思。Add boba for better enjoyment。哇，伊个有写这个哦，对啦，有的人反正毋知影安怎做啦，对啦，有的人毋知影迄个粉圆牛奶茶是，迄个这红茶加牛奶吼，所以也爱改水。啊，扫，毋是，这是路途卡的，好，路途卡，敢会甲我吓惊？会不会最速拔起可以不要吗？路途卡袂当甲我吓惊，我若吓惊，我若惊着，就叫出声。哎，有道具。哦，这有在报图啊！哦，了解。关门。啊，毋是，我行出去，敢会惊着？我已经无想要算啊。好啦，
敢是为遮出去，还是有后壁门？因为进前我咧做线工的时阵是真正有后壁门，毋知影伊遮敢有？进前迄摒扫料拢是为后壁门出去的。来，便所敢会甲我吓惊？应该是袂，这是啥？哦，洗手的。好来，下班毋通甲我吓惊。无啦，做效果无惊着。即间店敢若头前的门对，我有感觉着。哦，咖啡。好，我会当继续算啊，我即摆有动力啊。咖啡呢？好，即摆菜单有加迄个咖啡水。This should keep those work 因为遮足侪迄个工作狂啊，这我，完全就是我。讲遮有足侪工作狂，因可能会需要咖啡，想要做摩卡，对，想要做摩卡。啊，毋过伊无迄个呢，伊无吉古力，没有巧克力呢，没办法做摩卡呢。好来，哦，佮真正有迄个哦，迄个讲迄个囡仔姐迄个建议，真正有草莓哦。哦，真正有草莓呢。好哦，安尼是毋是加足侪项？新的迄个，迄做啥？迄做配方拢伫迄个员工的迄个休困迄间。来，我想要先看一下配方，才来开始。latte 就是美式咖啡加牛奶丝啊。哦，若要有甜甜的芳气，就会当加草莓。好，了解。草莓不是气泡吗？顶回毋知影伫倒位有讲到即个代志，就是我家己听到，佮有一寡人甲我分享是讲气泡其实是无共的，就是草莓是草莓，气泡是气泡。啊，通常咱咧食的应该是草莓，气泡是野生的另外一种。嘿，啊，我毋知影敢做正确，啊，毋过就是我听到的，佮有对，我听到的甲主创听到的。甲主创即马讲的共款，就是气泡是野生的，啊，咱平常时咧食的，迄是人甲栽培的，就是迄做可以说养殖嘛，人咧栽种的，迄是草莓，所以我拢讲草莓。好来，上好是莫阁甲我吓惊，我会生气哦，我有惊着，我会结笑等生气哦。卡着头好啦，关门。哦，伊个草莓才是气泡。哦，大概拢做了解，但倒是我家己做无确定。哦，伊遮有粪扫桶呢。我若看啥物人无欢喜，我就会当来。你要爱啥？哦，你要爱咖啡啊？多谢大家补充。你要爱啥？你要爱啊？这互恁后生吼。无啦，没有啊，请神不要乱讲，不是那样子。我没想到没有，不是拿垃圾桶打客人，是把客人塞进垃圾桶，好不好？这是我的毕生梦想。讲出来了。粉圆牛奶茶互恁后生吼，啊，你家己爱一杯美式好，你无咧食牛奶哦？食牛奶较迄个呢，胃较袂迄个，袂较袂有负担。好，等下伊讲要爱啥？伊讲要爱粉圆牛奶茶，啊，佮爱美式来。粉圆，敢有人粉圆咧食？敢有人食咖啡咧加粉圆的？敢袂足奇怪？应该有安尼食过。兼职神棍，不要乱讲，并没有，并无。拄则迄扫帚头，那会甲你的头毛真哈。安怎？介绍这扫帚，互你熟悉者，敢是这个意思？来。啥物件足奇怪？你讲你讲迄个咖啡加粉圆可能怪怪吼，可能那加美式可能怪怪啦，啊加迄个拿铁应该是进前捌看过，有咧安尼卖。伊讲这迄个电线可能会停电还是安怎？伊讲是迄个遮的迄个电的迄个线路爱维修。我知。
哦，伊真正甲我讲小等会停，随时不时可能会迄个做啥？迄号做失电，失电啊！对对对对对，停电失电，随时会失电，莫惊就好啊。OK， 来你好，你要爱啥？哦，昨无看到你。2杯即个草莓的粉圆牛奶茶，好，草莓的粉圆牛奶茶呢？所以爱加草莓，哪会变即个色？恐怖，这敢会食一？粉圆红起来，草莓牛奶，等下闪示吼，我已经开始惊啦，袂赴啊啦，开始升级个 game 就开始咧惊。摕去啊，在地，好无代志。1、2、3、4惊着无代志。哦，三处风真正有介意哦，敢是因为有变甜？敢是因为有变甜，所以较介意？来啦！哇，你嫌我骹手足慢，啊无你来做看卖啊！你直接等到要忝死啊！好，随在你，有付钱就好，袂要紧。哎，不对，真正闪死！囡仔姐，你的草莓，你要爱啥？哦，凊彩有草莓拢会使好，安尼就互你啊，闪死！迄是啥物耍咧耍迄个有声呢？伊有迄个咧禁电火的声呢，是送咧耍开关，有人咧耍开关哦。囡仔姐，莫耍开关啦，喂！我袂当出去哦，莫耍开关啦！请伊食几粒，感谢安尼，感谢安尼。无这看起来袂歹呢，草莓牛奶看起来袂歹啊，夭寿，顶做。会惊啦！啊，我袂当直接加哦，爱先有饮料伫内底。莫耍我的电火，莫耍我的电火，小朋友啊，莫耍我的电火好无？讲袂顺车，来。对，牛奶会发光呢，喂！哦，若真是立体可能嘛袂歹哦。会当想象。我毋是无纳迄个电费啦，毋是啦。莫黑白问。伊有加互我一寡钱，会当纳电费，多谢哦。这囡仔制作大心的，是毋是？阁有人要走入来啊？哈！哦，会惊呢。啥物货啦？哦，你莫甲我吓惊好无？啥物上新产品莫后袂讲？头后壁迄啥？后壁，啥物啦？我的即间店安怎？无电啊？毋是无电，你甲我讲，无电你去甲迄个收迄个电线的讲啊，甲我讲创啥？你要爱啥物啊？草莓牛奶茶好。来，头拄仔敢有看到后壁？后壁有啥物？有人咧耍，好哦。等下伊讲要爱啥啦？伊讲要爱草莓牛奶是哦，应该是吼。草莓牛奶。这个人看起来要摕迄个红色的药丸啊，甲蓝色的药丸啊，互我。有成。来，啊，毋是哦。哈，你要爱啥 ？Strawberry milk tea。啊，我无放茶，夭寿。是咧，记伫歹。啊，毋是啥个要点目镜，我嘛毋知。插完。
我的牛奶哦在地好，可能伊头拄迄个啦，他可能这几天开白内障，所以那个日光灯也不行，有没有可能？啊，若无就是伊是迄个足有名的人啦，无爱互认出来啦，嘛有可能。啊，有钱就好，有钱就好，来，过来咧。阁有啥物款的挑战？还是我会当下班？袂使，袂使下班。有电话呢。你好，你好。你送？咱倒位找？你好，你好，咱倒位要找？哦，是咧修理迄个电线的，讲修理好势啊好。我照理来讲，应该是袂阁失电啊。好，多谢。火舌外找干嘛呢？你好，你的迄个喙手看起来足有造型的哦。嘿，你要爱啥？你紧讲。你毋知影要食啥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start。安尼边仔拄好有一杯，互你猛食。伊要爱有咖啡因的，伊要爱有咖啡因的，搁爱有牛奶的。好，介绍你一贴，你着食拿铁就好啊。来，咱来做一杯拿铁。外早是你爸爸妈妈在讲的，我也是从我爸爸那边学来的。等下我会闪死免惊好。你讲免惊，我感觉真正袂惊，我应该嘛是会惊甲哀哀叫，好无？大家就是要来看我哀哀叫的，哪有法度？来，拿铁。耶！有加互我8箍。遮个人拢做好起来呢。敢是搁爱甲我吓惊？敢搁会有人走入来？无。安尼就是会位倒位？会位遮对无？还是位我后壁？还是位即个门？无，拢无。安尼我颠倒搁较惊。是要创啥？毋是我无甲迄个啦。无甲迄椅仔搬起来啦。椅仔爱先搬起来。我即摆真正心中咧噼噗菜呢。搬起来，无通吓惊。搬起来，无通吓惊。搬起来，无代志。搬起来，无代志好。来，无，来，无，来，无。我听起来你要起笑啊！鹿头骹，毋好甲我吓惊，无我惊甲叫出声。厝边头尾倒来嘛爱，斗句，搁4句，水。好来转。我知，我来转的时阵一定会走出来甲我吓惊对无？无呢，竟然无。好，这个有袂恐怖？干嘛呢？我头拄已经挨到迄落，挨到要互厝边头尾搬去山顶等掉啊！有一句咱的真正会当做摩卡哦，真正会当做摩卡呢。好，即摆加足侪选项，是哦，加足侪选择。你嘛感觉无恐怖？敢若我咧惊甲，好啊，袂要紧啊，敢若我会惊，袂要紧。有摩卡诶，有摩卡，有真正有摩卡。来，大家真足听。阿慧上爱食的摩卡安怎做？今日甲你教，听了随会晓。米色加朱古力，你的牛奶咧？你毋免加牛奶哦。好啦，朱古力牛奶就是朱古力加牛奶哦，加讲诶。好，先做5杯
你讲了有理，来，先做5杯家己啉。来，耶耶！咱这个就是爱迄个啊，奇怪，应该加牛奶毋才对。哦，无互我加牛奶，袂要紧。耶耶！逐工迄个来做线工上期待，就是来食这免钱的饮料啊！耶，真正做5杯来啉啦！啉落去，啉落去，毋通流开。哎，啉甲饱有影，啉甲会吐，耶耶耶！哇，欢喜甲！啊，这拢我的，这拢我的。头家的快乐，头家要受气无？我会记得咱家己就是头家，即间我开的呢。我开的，啊，毋是这哪会发光？恁兜的摩卡，恁兜的摩卡哪会发光？好啦，开店啦，开。来。啊，袂当家己啉，摩卡原料少了很多，有什么头绪吗？啊，就好啉。来，你要啥？波霸摩卡，摩卡会当加粉圆？真的是恐怖游戏耶！真的假的？哇！是毋是进前我拢做毋对？伊搁提醒我爱叫，伊搁提醒我爱做甲对才对。救人！来，摩卡来。无试过，真正无试过呢。我都想象呢，毋知敢好啉。我可能无介意啦。This look fine。伊会发光呢，你爱确定呢？你确足定哦。哈，你敢有听到迄个昨跳落的查某人？对啊，我昨就有看到有人后壁，哪像位后壁？敢就是你咧点菜的时阵，就有人位后壁啉落去，毋通流开，跳落去。喂，莫好白唱。好，反正我其实做掉。哦，喂，好，或者就是压力伤大，所以就跳落就对。好。生活拢无简单啦，有的人就是会当生存落来，好了解。你废话足济，你是来买饮料，还是来说教的？又一个说教仔。哇！伊讲我无压力呢，伊讲我做即个工课足无压力。你甲我，你甲我转来，你讲迄啥物话？你是甲我当做啥？当做我塑胶做的呢？啊 ？Gaslighting， 有影。来，你要啥？Nice to see you again， 真欢喜佮看到你。你要爱鸡骨仔牛奶好？今日食咖啡食有够啊？好。头拄有啥物？乌猫哦，咱遮有饲乌猫，我哪会毋知？哦，伊爱鸡骨仔牛奶好。原来遮有饲乌猫。哔哔，来，敢蜘蛛哦有成。免客气，来，有付钱就好，免讲遐济。来，后一位人客来哦，来。你好。今日敢嘛是要爱草莓系列，敢是？哦，你爱2分粉圆的草莓鸡骨仔牛奶，足复杂的，莫点遮复杂的好无？来啊，伊要爱有鸡骨仔，搁有草，嘛对啦，伊爱2分
粉圆，啊爱牛奶，啊搁爱草莓。好 ，OK。好来，哎，你搁嫌我骹手慢，好袂要紧，拢互你嫌，有付钱就好，袂要紧。为着生活也是爱吞忍有无？来，后一位人客。你好，你好。即摆是囡仔兄。你好，你要爱啥？哦，足介意足。先生，啊你无买一杯，你就要借便所，你拢袂歹势。哦，伊足介意咱的粉圆牛奶茶，讲伊老爸拢会买倒转去互伊食啊！你是迄落修理电线的迄位先生的后生吼？伊今日做无用，所以你家己要来买啊！所以今日换你来买就对啊！了解了解。你要爱粉圆牛奶茶，搁有一杯摩卡哦。今日恁老爸啉摩卡，好，咱来粉圆牛奶茶，所以咱红茶，搁来摩卡的部分啊。好，反正原底就爱粉圆的，搁有咱的牛奶，伊会伫内底变鬼变怪，好，小等来检查者。摩卡波霸 milk tea， 好，摩卡伫遮，一杯啊，毋是叫做摩卡是咧，来，逐工等恁老爸做无用，毋是做无用，做无聊，好，啊，这我无法度替你解决呢。佮有人客无？哦，有，来，你好，你要啥？抹茶才无抹茶呢，你袂晓家己看哦。是咧歹啥？你做爱抹茶，啊，口有啥物地带？你去北京买啊？你要爱一句仔牛奶加粉圆好？安怎？一句仔牛奶加粉圆？啊，毋是啦，这咖啡啦，做毋对啊。人无出来，啊！我即摆也袂当离开啊，袂要紧啦，伊可能迄落啦，食歹腹肚，互伊一寡时间。啊，把伊藤绿茶给他，你还确定？哦对呢，伊算是高级的，伊算抹茶吼。安尼会使。一杯我的，一杯你的。啥物件去三度吹？吹伊藤绿茶 CD。啊，这毋是，我敢有做毋对？哦，伊无爱牛奶哦，哪会安尼？目睭伤大蕊啊，都看毋着我啊！我哪有知影有人无要？所以我头拄仔加牛奶是另外一种配方。哦，伊这内底是无牛奶的吉古力，搁有安尼。好来，好啦，可能明仔载就有抹茶啊，莫伫遐啰嗦。真正哪会遮济人拢遮啰嗦啊？你好。你要爱啥？这敢是前几工仔？伊头拄仔要抹茶？卡米萨卡暗暗欢迎，我应该是袂阁互伊惊着啦，应该是袂啦吼。伊叫我 sweetie 呢，有够烦呢。
你要爱啥物？草鱼之骨力好。毋是这，毋是这，来，看详细哦。草鱼之骨力好，正确。这敢有做惊人？我毋知，或者我头拄有惊着，安尼有满意无？即摆应该是枵会使啦，枵会使。来，莫阁叫我水体啊！我强要惊死。我看起来面色白白哦，看起来面色无好哦。头拄仔袂输看着鬼，是因为看着你啦，看你袂爽啦。你莫阁一直叫我水体啊，好无？哦，有够烦的，叫我爱困有够。好哦。啊，大家都觉得不恐怖吗？哦，我爱去看迄个先生敢还有伫，好。应该袂阁甲我吓惊吼，啊，我袂当升班哦。哦，毋是水体，毋过通做了水去哦，哇！伊立马要做 rapper 哦，伊应该袂走去查某的吼。啊，伊敢会？敢有伫内底哈？敢有伫内底？无伫内底。哇！我会当关门哦，我敢会惊死？变鬼变怪变安怎念？啥物意思？变安怎念？我念毋着。哇！我会当关门，甲家己惊到半小死呢。开门好啊！我可会当呛水呢。先生，无伫内底吼，安尼我爱呛水啊！啊，逐个若呛水的时阵，这迄个挂会当甲扛起来。讲迄个水才袂冲起来，无迄个有细粒的迄个细菌会冲起来，啊，对迄个空气的，你好 ，Hello，嘿啊，要关门，你伫遮创啥？啊，你太有迄蓝色的灯，你对有迄蓝色的电火，你哪会规个人蓝啦？毋是你头拄敢是穿即束衫？你来遮换衫哦？你有要点啥物无？先生，这人看起来真像美国人话，韩国人有声。会当洗手，哇，蓝色个水呢？伊敢有伫内底啦？最近看到这个奇怪的物件，通好来看医生啊！哦，有影。毋免扫涂骹就会当下班呢？直接叫我下班呢？水啦，水敢若起锅有影？哦，毋是啦，还袂下班啦，是先迄个啦。哦，搁爱扫，搁爱摒扫哦。我都已经互伊惊到半小时啊，搁爱摒扫。好啦，来，敢会甲我吓惊？无好。路涂骹，毋通甲我来吓惊。我若惊着，就叫出声。这敢会扫啊？这看起来无啥清气呢，这毋免扫。当然啊，进前咧做线工的时阵，逐工的梦想就是无想要摒扫，就要想要先来选先下班。这哪会遮大声？哦，这敢原底就遮大声？啊，是因为我起毛歹，所以用甲足大声的。耶，下班咯，来转咯。第4工。这拢总有几工？已经毋知是第几工。最近拢感觉家己怪怪哦，可能是压力的关系。我知。迄条歌内底拢有写，压力伤济，检测变做psychic发神经，要袂食了就通好来找的医生。雄雄咧拍广告。
哦，有去看迄个呢，伊真正有去看医生呢。拢是家己的想象好。迄位敢是自由落体？迄位敢是应该毋是啦。自由落体应该是查某的。啊，不是，自由落体应该是查某的。啊，头拄仔迄应该查甫的。袂当跳过广告，因为我还未受益化。我若受益化了后，大家后摆就会当跳过广告，通好看有无？好啦，救人哦，救人哦！敢真正有抹茶？啥物？有电话呢？我会惊啦！我会走。哦，原来我是 Lisa，原来我有做 Lisa 哦。好，阿免达医生要甲我交代啥物？哦，想要确定我过了好无？所以我若是感觉做有压力的时阵，可能就会看到一寡物件。OK。你啥？敢是安尼？你啥？哈，你是啥？我若看到无应该看到的物件的时阵，要安怎？我着甲我的注意力放伫别个所在，放伫别个所在啊，迄落好好啊喘气一下，喘几秒。Lisa 拢足水的，无怪互人迄落啊。对啊，就是咱一开始还未开始耍的时阵，大家都看到迄落笑甲足亲切的有无？笑甲足亲切的迄落面，笑容足亲切的 Lisa 有无？大部分的时间拢会当，大部分的时阵拢会当安尼解决，所以有时啊无法度解决是哦。救人哦！若准无法度解决，着较紧下班，加歇困，好哦。哦，加足侪项，真正有抹茶呢。所以即摆我先读一个柠檬茶，就是我拢读做乌茶无啦。柠檬茶就是红茶加柠檬，绿茶啊？恁兜的绿茶是安尼做的？倒位绿茶是安尼做的？倒位绿茶是红茶加抹茶粉？你若加烧滚水，你若加白茶就准煞。你的绿茶是红茶加抹茶粉？啥物？哇，伊真正神经无正常呢！想要看火纸，惊甲哭出来叫妈妈。好，我尽量。啊，抹茶牛奶茶就是绿茶加牛奶好哦。哇，阁有这哦，阁会当直接加粉落去，好 OK。对啊，绿茶敢毋是直接泡出来就绿茶？这啥物？哪有安尼做的啦？恁兜绿茶足好啦，恁兜的摩卡嘛足奇怪。对，今仔日还未食一杯摩卡，爱先迄落啦，家己做一杯互家己食啦，安尼才袂神经无正常有无？家己爱先食较欢喜。恁兜的摩卡嘛无介正常吼。会发光的摩卡倒位找？即间店真完全无正常。好，即杯我会，无人会当我抢。好啦，开店，讲遮济，来开。来，行较紧呢，紧，莫互我等遮久好无？你头一摆来哦？你好，你要啥？咱两杯美式咖啡。哦，要求足济，两杯美式咖啡，一杯拿铁，一杯摩卡。啊，无爱粉伊好，无爱粉伊，讲遐济。哦，等下伊要爱啥？两杯美式。
嘿，伊讲boba crab， 无爱你的笨色粉圆，啊你无爱粉圆就无爱粉圆，讲甲遮歹听是要创啥？遮带好一杯摩卡啦，摕去煲啦，这无粉圆通好煲。搁爱啥？搁爱拿铁是哦，拿铁来。来，进前做线工的时阵有一个撇步，你若真足无用，咱得阮迄个牛奶着四格野，嘿，拢会乌白囥，啊，拢会互头家骂，讲袂使，安尼伤久无冰无卫生袂使，啊，毋过真足无用的时阵就会无细字无收起来啦，嘿，无细字无甲收起来，这毋是调故意的哦，这毋是调故意偷食步哦，来。钱咧？讲啥啦？哦，要甲厝内人做伙佚佗，所以拢爱有精神。好 ，OK。Later loser， 你叫我 loser 是咧创啥？你后摆无爱来啊？毋是无爱来，你后摆莫搁来啊？无礼貌呢？哈，你安尼对待你，好来，你要爱啥？你要爱紧哦，你要爱紧，你着莫来食；你要爱紧，你着去超商买就好。你要爱紧，你着莫来遮排队，搁爱等，好无？你若要紧，你着莫来买啥物现做诶。这靠腰啥物啊？好啦，boba matcha latte，matcha latte， 袂响。matcha latte。matcha latte 对有 matcha latte 加 matcha 哦，点这奇奇怪怪的，找我的麻烦。latte 是 latte。啊，正常来讲应该是薄茶加牛奶对啊，啊毋过我无相信即间店的配方。我感觉即间店的配方拢甲咱普通人的理解无啥共，所以我看起来应该我做应该是对的。boba matcha latte， 对无？对，来。哈哈哈！鸟味果水去找，敢有搁较恐怖的game，结果互家己惊着啊！哈，后壁迄啥物？哇！无去啊？哦，换一间公司无介简单。有一天你的员工决定要来离开，你就是迄个害人跳落的头家是哦？莫看奇怪的物件，啥物意思？啊对呢，袂当家己金看呢，对呢，有讲袂当一直看，是，甲伊无共，伊袂当讲离开就离开，会使。毋是，遮啰嗦。恁遮的人，恁遮的人，好。伊费话足济，啊，毋过伊互我足济钱，安尼我会当接受。50箍呢，50箍呢，会使啦。我头咧想讲，你讲遮济废话，人咧上班毋是来听你的废话，我是来做饮料的。你讲遐济要创啊？你好，你要爱啥？啊，对，有抹茶，你欢喜啊吼？你欢喜啊？你要爱啥物粉圆、草莓、抹茶、牛奶茶，足复杂的。啥物啦？牛奶茶哦。对，你要爱啥？惊着咯！哦，正常啊正常啊，Boba strawberry matcha， 伊这超过伊迄个
假啊呢？Matcha milk tea， 好看还要来啊，是？无好看，无好看，我会惊，无好看。Matcha， 伊个爱 boba 甲 strawberry 对无？草莓、boba， 烘起来。会惊啦！来，变客气。哦，又甲我惊着，所以有互我加5箍是？多谢。有声？啥物声？恐怖的声哦，还是心脏咧？迄个有啊，我头拄有听到伊个心脏的声，害我搁较惊呢。囡仔这会要啥？哦。有草莓啊，凊彩一项好，互你简单的。主要是因为我无耐性，我足惊的。草莓牛奶就好啊啦。囡仔人莫食伤过复杂的，囡仔人凊彩食咧，食石头嘛会大对无？来，耶！哇，加互我2箍，多谢。好啊，袂当下班啊袂？我要下班，紧嘞！我想要下班啦。你好 ，Strawberry Mocha， Mocha 我会晓 ，Mocha 我会晓 ，Mocha 就是上简单的。正常，无代志。Strawberry Mocha 对无？等下，伊是逐摆拢讲无共的了。Strawberry Mocha Strawberry， 来 Strawberry Mocha 哦，你点的哦。哦，好，耶，下班。我要当别，哪会红的？啊，因为有迄啦。有草莓，所以当然是红的，对无？我晓传者，我真正要惊死啊！关门。摒扫。草莓吼，对啊，绝对是草莓的。来，无要甲我吓惊。来，无要甲我吓惊。你也做红的呢？有时耍即种恐怖的 game， 就是会家己甲家己吓惊有无？这应该大家拢有经验吼。安尼我是摒扫了啊吼，会当下班啊着。会使下班。莫甲我吓惊，拜托。好来下班耶。第5天。最近拢讲家己无成我家己，可能是压力的关系，嘛有可能是困无够。OK， 压力足大的感觉，你是讲我，还是讲这个 game 的主角 Lisa？ 我家己嘛压力足大的，毋知影当时会互伊惊着，真正会惊啦。你就是讲迄个生理愈来愈好，所以袂当放弃。毋是你着请一个人啊，你着请一个人来做啊。你家己做甲遮拼，当然会袂堪折对无？规个 game 的迄个气氛哦，是，伊当然是调教。今日搁较乌呢，啥怎要安尼对待我？啥怎要安尼对待我？我足无简单，才感，我足无简单，才感觉愈来愈惯势，你着要安尼哦？开门。请伙计去上班时。这 DLC 爱立志，希望会当愈来愈乌。你敢有良心？你敢有良心啊？后壁有人啦，对无？
莫看，莫看，莫看。后壁有人啦！哦哟，啊，我敢袂当安尼？袂使。哦哟，莫伫遐啦！我家己来歇喘者好啊。敢有加啥物新的物件？无好。哦哟，哪会伫遐？毋是讲袂使看，好啦，无我来先来囥牛奶好啊。牛奶黑白囥黑白囥，小等要用就通好用。好来，好，卖插味好啊。喂，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上！哦，感谢猫咪果水，想要等123块，甲我下惊，毋过无惊着。多谢你的赞助，虽然无甲我吓惊着，也是我应该迄个加做我惊着的感觉。哇，123块！哦，无够惊人好，我开较大声好啊，我存较大声的，小等可能就听。啊！靠腰咧，看伤久，伊都无爱走，伊都毋走，我哪有法度？多谢猫咪果水熬做效果，时间掠甲足拄好，多谢，我还要哭啊！好啦，后摆有干眼症的毋免唱歌。来算这较实在。啊，我也是存较大声啦，安尼较停啊，较有通惊，好无？多谢。救人啊！开门。囥牛奶，我别囥。这牛奶摕袂了呢。好啦，来算这恐怖的 game， 总是爱有惊到，才算是有哦，这爱关起来，才算是有算到对吧？多谢。树人，头拄仔敢有甲你小姐问你好，欢迎。8:28的火蛇，我应该就教这一次，不会有别的了。好啦，做人真正毋好体，真正毋好提起。多谢。安尼是安那，紧点的，莫一直看。你要boba milk tea、boba americano。哦，伊嘛愿意试看卖食粉圆啊。好，所以是先做米色，这样敢袂洋气？米色阁有牛奶茶，拢爱加粉圆。对啊。店内底做乌的，真正会惊啦。是咧，所以是袂当看伤久，啊，小看一时也是会使好了解。哎，应该就这2届吼，应该无啊吼。好来，免客气。哈？伊头拄仔讲啥？伊是讲啥物恐怖的话？我看无详细，因为我毋敢看伤久。哦，伊哪会一直伫遐啦？你要爱啥？紧讲。你要爱啥？绿茶，咱的绿茶是用红茶泡的，对无？有够奇怪。绿茶就是红茶加麦茶粉，这上好是绿茶啦，会发光的绿茶，有够奇怪。对啊，真正愈来愈恐怖，我真正哦。
救人哦，救人哦，摕起啦！哦，是讲啥？钱摕来！我会当下班啊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啦！伊看起来有淡薄仔恐怖呢。你要爱啥？2分粉圆的抹茶牛奶茶，上好是较紧的。粉，等下，伊讲要爱啥？2分粉圆的抹茶牛奶茶。我即摆惊到袂晓做饮料啦！等下，伊等下，伊头拄是讲要爱啥？我煞袂记。啊，口号送的扣是安怎？卡着物件足大声，对，我头拄卡头虎去卡着，救人！等下，伊头拄点啥？我看无。救人哦！好啦，我规气甲逐个人的迄落会点的物件记起来好啊啦，安尼较规气。哦对，我爱先入来，着爱做足紧的好。啊，我着，伊迄杯有够复杂，搁叫我做较紧的是好意思哦。哎，莫伫后壁迄啊。Boba milk tea, Boba Americano 好。哇，惊甲袂记。粉圆牛奶茶，搁有粉圆乌咖啡就对啊。压力真正足大，安尼毋是压力愈大。好啊啦，莫做啊啦，莫做啊！全部的物件先做2份哦，你安尼讲嘛有理呢？啊，全部迄个组合有淡薄仔伤济呢，对无？袂要紧啦，我头拄也是先看互详细，啊，我甲记起来，我后摆就先做好啊，安尼看敢会当？应该袂改吼，应该袂讲逐摆拢点无共的，免客气，你紧走紧。搁有一张，搁有一张。会使啊买，来 ，green tea 对，哦 ，green tea， 咱的绿茶是红茶加抹茶粉。伊头拄到底是讲啥？头拄是讲matcha latte 哦，敢是 matcha latte？ 啊，2份补吧。我应该无记毋对哦，我先来做一摆，若毋对就毋对。Latte matcha latte， 啊，搁爱2份补吧。来。好，莫讲遐济，哦，伊会来点呢，是伊呢，是头拄伫后壁迄位呢。来，你要爱啥？做毋对啊 ？Matcha milk tea 哦，所以我已经做毋对啊。所以应该是先做啊，我即抓无法度，即抓无法度。啊，毋过会当偷练习。安尼是matcha milk tea 好，应该是袂负啊。伊的迄个心脏的声我听会到，绝对袂负。啊！又是惊到靠腰咧。我想讲，我有心理准备，应该是袂安怎，结果要是惊到，我差不多要
建档啊？你敢知影啥物是建档？你敢有听过建档这个词？建档就是见小灯收去。你声音关掉，无惊着好哦。啊，无啊，我太会当关掉，我关掉，恁要看啥？恁就无通看，先做伊的啦。做伤慢，所以才会出现，所以你即摆是咧甲我检讨无？我知影我做伤慢，啊，伊着点迄足复杂的，要哪会做会了？我头有法度，我规气先，即摆着做互伊啦。来，做起来放。已经伫后壁等啊！你好，我知，我已经记起来，啊。你要爱 Americano， 搁有牛奶茶，拢爱加粉圆对吧？我搁知影另外迄位是要爱绿茶对无？你看，这就是迄个啦。甲午安安，食有安安，暗暗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看我行甲哀哀叫。来，后一位要爱绿茶吼。莫啰嗦。体悟到客人等到不爽就会把我们，是这样吗？啊，你好，你来啊！绿茶对无？绿茶嘿，你的 take it， 大家敢会晓？恁着爱看主播哀哀叫好，多谢。来 ，double boba matcha milk tea。你的啦 ，take 啦，还有钱呢。好啊，袂，行较紧呢，行遐慢是要怎啊？你嘛对咧叫，希望你袂吵着迄个，袂吵着厝内人吼。你要爱啥？你好，进前毋捌看过你哦。哦，你是啥物？健康署啊？迄个，哈？你要来看遮敢有清气？要来看迄个敢有卫生是哦？哦，你看的就好，我就是做我的工课好哦。阁有即种的，伊敢会小等就无去，小等人就毋知影走去倒位去。哦。囡仔姐，对无？哈？你食草毋食甲鲜啊？要爱柠檬茶，有人牛奶袂记你冰岛倒去，对，伊无互我冰岛倒去，我头有法度。安尼袂过，安尼检查袂过啦，呢。好，无补。哇，遮黄！你爱确定呢？你加一下柠檬就遮黄，你这柠檬是对的柠檬？啊？你好，你小等者。免客气，有纳钱就好。我做在地就甲关店，会惊啦！你要爱啥啦？有甜有抹茶就好。咱一般来讲，牛奶就是甜的。愈暗的所在，柠檬愈光。好，迄啥物声啦？敢有啥怪的声？你敢有听到？袂当安尼加好。
要甜，就搁加粉圆，安尼应该会甜啦。嗯，奇怪，是毋是有一个怪怪的声？伊是搁想要甲我吓惊哦？啊，有加钱好。伊敢是咧检查卫生的？是啊。哦，伊咧顺餐水，好，惊死。OK， 拢做清气的，好。啊，你无要啉一杯啊？哦，我感觉无爽快，我应该爱紧离开啊。伊是毋是搁要甲我吓惊？嗯？关店。直接出去呢？我会当直接出去好。第六工，卖清，啥物件卖清？哦，有时会看到一寡无存在的物件，已经毋知影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好哦，有滴水的声哦。哦，搁较暗嘛？卖啦，卖啦，卖啦！开门。伤暗啊，伤暗啊，伤乌啊！是要安怎做生意？我无法度，我真正无法度，我真正无法度。啊！哦，你去耍哦，你转来啊？你旅行平安转来啊？莫讲遐济啊！你要爱啥啦？Matcha Latte、Strawberry Mocha， 啉遮奇怪要创？抹茶 Latte， 抹茶 Latte， 抹送咧耍电话啊？抹茶 Latte， 搁有 Strawberry Mocha。袂记安怎做？抹茶Latte，抹茶对，抹茶。啊！顶做。抹茶Latte，佮有啥物 ？Strawberry Mocha 好，草莓 Mocha， 啉这创啊？啉遮奇怪。人咧？哦，人个伫，家己惊家己，家己甲家己吓惊。草莓，透人咧啉这，听起来无介好啉呢。我连这对话都无想要看。莫算我电火，偷偷迄啥？我可能爱晓，这嘛有够乌的，我无法度，我无法度。是创啥啦？哦，有人客呢，靠腰。我先哭一下，小等者。我现在今仔日要开这。来 ，Strong coffee, no milk， 好。伊要爱送我听无？你搁讲一解，我哪会知影迄只是送？我嘛做想要知的。你搁讲一解，你紧讲。啊，毋着咖啡尔？奇怪。毋着咖啡无爱。毋就是咖啡无爱牛奶？我讲毋听毋对。啊？歇喘者。
淡薄仔无正常，这敢是淡薄仔无正常，这是非常的无正常的。我莫来搅扰我做生意啦！哦，恁遮的人，迄应该嘛毋是人，恁遮哎，你要爱啥？莫赶，我听无，你要爱啥？波霸 matcha milk tea，matcha milk tea， 莫算电话。matcha milk tea， 欸，对，若是咧惊的时阵，就爱唱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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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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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遐创啥啦？我真正无法度。啊！伊叫我眯起来呢，来眯。啊！我看袂到门，要安怎关？啊，关门好，水，耶，水，骹床连大腿，才有一支扫帚。我来继续唱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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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光闪亮亮，复仇鬼，谢谢你让我觉得好多了。伊藤绿茶好会安慰人哦，谢谢伊藤绿茶，我觉得好多了，真的，不然我快吓死了。火箭无法度看，什么意思？你会惊哦？你会惊？搁叫我算这，搁看起来我算这，你哪像足欢喜的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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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送咧饲迄囡仔啦。你啊？你咧算电话算囡仔？你啊？哈，我嘛会晓饲。好啦，你要爱啥？你已经饲10分钟的囡仔，啊，你著莫饲10分钟毋就好啊？你有病哦！你要爱啥啦？你紧讲。欸。哈！我做想要去压花，做想要纳水费。有的人想要用便所的时阵，就会安尼凊彩买一杯饮料，啊，买饮料了，就借一下便所，了解。换我做人客。你好。你敢是 Lisa？ 你好。好，无生气吼，耶！你好。Hi there, what can I get you today？ 我毋知，我要啉摩卡，来，无摩卡。Lisa， 毋是啦 ，Lisa 啦，毋是 Lisa 啦。上接近的应该是这，就这。我毋敢借便所呢，看到一个人安尼金甲我看，佮笑甲安尼，我毋敢借便所呢。安尼就好，我毋敢。Hello。还是莫黑白借便所好啊？
出来应该是加牛奶对无？嘿，加牛奶好。慢慢仔来，慢慢仔来，真正无赶，真正无赶，你慢慢仔来就好。哦，会发光，饮料做好啊，就会发光。我了解啊，我了解啊。你要去倒位？毋是有加过？毋是有加过牛奶啊？安尼应该是好啊吼。好啊，就放起来。人客嘛是真奇怪，暗蒙蒙光下要入来死。头拄仔无看到，对啊，头拄仔暗甲安尼，我头拄仔真惊甲无咧看迄落。无都看大家的老话啊！你要去，你要去倒位饮料咧？我毋敢呢，我毋敢呢，还是咱慢慢仔等。还是我先来转好啊？伊都无要出来哦。饮料伫倒位？还是头拄仔是做互伊家己啉的？我的饮料，我的饮料咧。好，面对面对。你好，你好。还是咱着试一下10分钟。好啦好啦，意思是叫我来变数是哦。有讲迄个呢，员工专用呢。伊意思就是讲伊即马未起来，所以伊即马未起来，所以伊无法度甲我管着无，所以我爱趁即个机会来变数，即个意思。好，这就是昨伊的记忆，无去的迄个发生的代志，就是安尼笑。好，我惨啊！无可能，即摆讲要逃走叫警察，无可能，这无可能。无怪昨无做伊饮料，因为伊无需要啊吼。我毋敢滑头呢，还是我家己锁伫内底好啊？耶，安尼有较安全，佫会当呛水呢，佫会当开呢，佫会当关起来呢。好啦，面对啦，关起来。这样也无法度入。拜拜。莫甲我刣啦！我有甲你讲过，变数是员工专用的。耶！甘愿甲尸体做阵嘛，无爱出去死，真正会惊。毋是，你安尼变数，若迄要检查卫生的人要来的时阵，你要安怎？你早晚也是互发现。你好。这敬业的笑容。哇，足可惜，我无法度食到你做的牛奶茶。你著对，我点的应该是一杯，无毋对。才转来，哪会拢拖走啊？结束啊，应该是结束啊吼。耶！这个 game 做有教育意义的呢，就是大家若是去买饮料的时阵。
咱爱尊重服务人员哦。咱去买饮料爱尊重服务人员啦，大家拢做辛苦的，压力拢做大的，大家无欠你啦，大家嘛是出来上班，嘛是来赚钱，大家嘛是迄个阿母生，嘛是爸母请养的，爱较尊重的好无？莫对人无礼貌，爱有耐心，莫做奥客，是无毋对，莫做奥客。耶！恭喜火箭通关耶！完全袂恐怖，简单安尼你要开大耍无？哈？观光的混咯。对，毋通凊彩就去 staff only 哦，无你可能入去就无法度出来啊哦。哇，这做有教育意义的，会使互囡仔人来耍，会当为内底学到足侪物件。莫互别讲，莫互囡仔人算济。讲笑的好无？讲笑的，无真正会囡仔人真正会惊到啦吼。好，耶，算了啊，耶，多谢大家。我真要惊死。耶，有惊到无？有惊到哦。恭喜过关，多谢！毛月领兔晚安，欢迎你来，耶！太好了，啪叽，耶！我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我以后不敢买饮料了，谢谢大家，耶！有好看无？有叫甲足凄惨的无？有。头拄仔才来的，会去波动无？吼，好耶！下次挑战更恐怖的，再看啦，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好啦，有机会一定会再开。对，就是看大家蛮爱看我 TK， 然后吓得半死的。敢有二周目二周目唔知，我不知道有吗？2周目就是不要借厕所，然后就是可以活着离开吗？是这样吗？好啦，想知道有没有2周目可以再查，我真的不知道，好，我受够了，我想要关台了，谢谢大家。我来看一下接下来要宣传什么。后摆开台是我还要喘者，惊到要死。后摆开台是拜六礼拜六继续讲台湾话，拜六暗时8点咱来火箭爱开讲。对，我搁找好朋友来用台湾话，猛开讲啊！洗稿因为我的周表上没有写会有谁来，是因为还在确认那个名单，但现在已经确定了。大家也有看到待机室的，就是会有好新的，就是上次没有来过的好朋友们，会有杨思米、陆山，还有吉林乐，找了他们来。对，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就礼拜六晚上8点再见。对，我已经不想知道有没有2周目了，难道有2周目我还要再玩一次吗？可以不要吗？我觉得这个游戏如果我看过别人玩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么恐怖。但是我想说，大家应该想要看我被吓到，所以我很乖，我都没有先看人家怎么玩，我还是很乖的自己直接来出剑，好不好？所以就被吓死了。对，那大家有高兴的话就帮我分享给别人吧，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起飞吧，我来看一下降落哪里哦，等我一下。快吓死我了！等我一下，我来看看有谁在开台。那也感谢猫猫可爱赞助123块，同时抓了一个很好的 timing， 真的把我吓死了。好，欢迎大家再提供那个精华片段给我，我之后有时间剪片的时候就真的把它剪出来，好不好？这个大家应该很想看吧？这个应该很值得剪成 shorts 吧？到时候一定剪，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飞去找。我今天看到一个节目，好像很有趣耶，是交巴拿的《与你交心》，好像是可以让大家投稿自己最近的烦恼，然后一起看。我其实也蛮想要做看这种有点像树洞的节目耶，如果你们也有喜欢的话，可以跟我说，我之后可能也可以开看。那今天大家就先去看交巴拿吧。
好，那我们就不是明天，我们就礼拜六晚上8点再见喽。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大家再会。我现在要惊死啊！